婚姻馆饲蚵仔的面积有上千公顷，面对市面上有进口蚵仔改做台湾蚵仔卖，渔业署伫推动产销履历，嘛拍算要对源头开始来管理。婚姻馆这会农业署嘛表示讲，已经积极要辅导养殖户通过认证。当对外海收成回来的蚵仔，一面一面浸出来了后，随包装做规地，准备出货。不过这几年来，常常有进口的蚵仔套揽伫咧台湾的蚵仔内底。为着避免这款情形，农业部渔业署等单位积极辅导在地蚵仔农加入源头管理，证明来源是国内的蚵仔。目前婚姻馆已经有头一批蚵仔农通过认证。伊会来甲阮看，来叫阮要出去看阮的养殖区啦，看看了的整个流程，阮安怎运作，倒来家了安怎开蚵仔，安怎包蚵仔。认证的话，他们还是我们要有那个贩养登记，然后贩养量，那还有我们实际销售的情况，到是不是收购我们自己本身自己自产自销的比例。婚林蚵仔养殖协会表示，这几年来大量境外蚵仔套揽伫咧台湾蚵仔当中伫市面卖，严重冲击到本土饲蚵仔农民。未来乃当发现婚林在地产地品牌也是飘奖，搁再搭配来源的条码也是产地履历。对当方便消费者辨识产地来源。我们辅导养殖户申请溯源标章及产销履历。目前溯源标章的申请户有56户，产销履历有39户，面积高达82公顷。那为了消费者的食安，我们近期辅导我们的养殖户。农业署表示，婚林馆放养蚵仔的面积大约有1000公顷，不过这几年受到气候变迁、人口老化欠工的问题，造成饲蚵仔产业落寞。乃当推动追踪来源的条码，也是产销履历，用来发展自有品牌行销，对当互传统饲蚵仔产业转型，增加收入。公司新闻综合报道。